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台湾北部透早真明显有较寒，日时的温度是17度至20度，其他的所在早时啊是凉凉啊，19度至21度。也若日时的温度是25度至28度，算是真舒适的天气。咱做伙来看温度。在方面通过甲大陆冷气团热南的影响之下，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、金门甲马祖拢开落雨，北部中南部的山区嘛有短暂阵雨。也若其他的所在甲偏乌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。明仔受到华南分河区刷向东平，还有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各地温度会降低，雨嘛会较粗。到拜三拜四透早是这礼拜温度上低的时阵，北部差不多是11度至14度，其他的所在是14度至19度，而且会变较大冷。为拜四开始到礼拜，冷气团会渐渐减弱，温度嘛会慢慢来回升，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。